趣味的书籍辅导课，历史、看字、念字、捌几字。今仔日早自修结束了后，毋免班长号令，当场的拢自动行起走廊，照号码排列，因为阮要去法院看开庭咯。法院正是一个特殊的所在，沿路行，沿路讲，会当场的到法院门口煞随点去。大家点点通过门骹口的金属探测安检门，老师搁一摆提醒阮，入去法庭了后，袂当食物件，拄久坐甲无男无女，录音、录影、翕相才会规定。刷落来，手比法庭外的电脑荧幕，甲阮讲，即个庭当咧审理诈欺罪嫌，着使目尾爱阮入去找位，真足听。被告李有才先生，你伫民国110年5月18，甲某美人骗10万块；民国110年7月初3，伫台湾银行甲某美人骗50万。以上拢有互电眼录到，你敢有意见？我无意见。检察官起诉你犯着刑法第339条的诈欺罪，你敢有意见？我无意见。我敢若望大人可怜我，长期无固定的头路，拢伫咧做小工，搁有时大，甲2个读国校的时势爱我摇饲，拜托甲我判较轻的。我看壁倒投影显示的资料，这位高中读无出业的被告，才30通岁，也毋过看到煞比阮阿公较操劳，而且伊有10外条做前流仔，恐吓、骗钱的案底，食免钱饭7、8摆咯。即摆是做诈骗集团的车手，互人掠着，真是贼心立骨，先世未律。审理结束，被告起身，两边的警察，一个摕手铐，一个摕骹夹，甲被告铐起来。大家目睭拢瞪甲大大蕊，紧紧看。耳仔阁听到咔啦咔啦，骹夹切涂骹的声。被告经过阮身躯边的时，问警察讲：是安怎学生会使来遮？警察讲：定得会使，这是咱台湾的法治教育。即摆的体验实在是真珍贵，
看伊一直困求法官重轻法律，实在互人感觉真稀微。伊敢毋知头体未满得心虚，头粒未满得天理的道理。行转去学校的路里，平常时伫班上吵甲无时闲，阁不时偷走学，甲佚佗囡仔弄榴莲的阿良，一个人恬恬行伫上尾后，敢若是伫咧想老师讲的迄句话：顶看三，下看四，看别人想家己。我想，伊应该是学着上侪的人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